家庭感恩練習，建立快樂心態，珍惜當下。Friday， 大家好，我係人類家長學院姜校長，專注發掘小朋友嘅天賦，令佢哋綻放資優嘅光芒。有冇試過小朋友成日鬧情緒，又或者經常覺得唔滿足？其實建立感恩嘅心態，可以有效幫助小朋友變得更加快樂、更加積極。研究顯示，經常練習感恩嘅小朋友更加容易應對挑戰，並且對生活充滿希望。想簡單實行，你可以試下每一日一個感恩嘅練習。喺晚飯或者係臨瞓之前，全家人一齊講3樣自己今日覺得感恩嘅事，可以好簡單，例如係今日有媽媽煮咗好好味嘅菜，我真係好開心。又或者係今日玩咗個好有趣嘅遊戲。小朋友初時可能會唔習慣㗎，但係當家長帶頭講，佢哋會慢慢投入。如果小朋友一時諗唔到，可以引導佢留意身邊細微嘅事，例如係今日有冇邊個幫咗你啊？有冇啲乜嘢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啊？呢個過程唔單止係幫助小朋友學識感恩，仲加深咗親子之間嘅溝通同埋理解。感恩係一種需要練習嘅能力嚟㗎，但一旦培育起嚟，佢就會令小朋友睇事物嘅時候更加正面，對未來更加樂觀，珍惜每一個簡單嘅練習時間，慢慢就會建立到小朋友嘅快樂基石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可以幫到朋友，記得將呢段嘅內容發俾佢哋啊，相信佢哋一定會感激你㗎。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，有更多嘅豐富資源可以分享俾你。